想喺福田買房，但係手頭上預算又唔係好夠嘅，可以睇過嚟啦。今日咧，我哋翻過嚟廈門臨梅景地鐵站睇嘅一套錦林新居嘅三房，300萬出頭嘅預算。1997年嘅樓梯三房，66個平嘅，單價咧接近5萬蚊一方。但係咧，目前呢套房啊，總樓層7樓，呢套房咧喺3樓嘅中低樓層，而且咧業主重新裝修過。咁我哋嘅陽台咧喺南面嘅，基本上咧陽光採光都冇問題嘅。咁我哋呢套房咧，佢60幾平，點解可以做到三房呢？首先我哋入門口呢個廚房位置啊，原本咧呢個格局咧一路過去呢邊都係屬於廚房嘅。咁後面咧舉翻出嚟呢邊就相當於多咗一隻房間啦。咁裡面咧2隻房間同埋一個衞生間，房間嘅面積都好夠，比較大。咁我哋呢邊咧就洗手間啦。咁而且咧呢邊咧屬於住宅通天然氣，並且咧亦都帶有咗深中嘅學位嘅。咁旁邊綠景紅灣啊，包括梅林一村，基本上都去到6萬蚊到8萬蚊左右一方。咁呢套房嘅話，單價接近5萬，而且咧旁邊有大型商場啊，包括龍批啊，同埋咧地鐵9號線嘅梅景站都係喺正小區門口嘅，所以咧生活都會比較方便。如果呢套房有咩諗法嘅，評論區話我知。搞咁耐係咪要點翻個關注咁啊？